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廣州土著頻道。今日同大家繼續講賣房斷親嘅媽媽嘅故事。喺上一集，我哋講咗阿珍終於自己買咗喺布魯克林嘅屋，然後獨自坐飛機嚟到咗奧蘭多。我對阿珍呢一種做法係非常唔同意。畢竟一個73歲嘅老人，一個人嚟到一個陌生嘅地方，點樣生存呢？不管係兩個仔女孝順還是唔孝順，已經一個73歲嘅老媽媽有病嘅時候，嗰一對仔女始終係自己嘅親生仔女，最起碼都有個人照顧。一個人嚟到奧蘭多，邊個照顧佢呢？所以帶住呢一種疑問，我專門聯繫咗阿珍，想證實一下佢係咪真係飛去咗奧蘭多。帶住呢個疑問，我同阿珍傾咗差唔多有1個鐘頭嘅長途電話。阿珍話俾我聽，佢而家喺奧蘭多過得好開心。佢話佢同自己嘅阿妹阿蘭住埋一齊。阿蘭亦係我嘅老街坊，因為阿蘭同埋阿珍係一家人，就住喺我哋屋企嘅對面。阿蘭比阿珍大概係細10歲左右。阿珍仲話俾我聽，佢話阿蘭嘅大仔叫做 James，而家係奧蘭多醫學城裏邊嘅一個醫生。佢嘅太太叫 Crystal， 係一個護士。James 亦有一對仔女。阿蘭本來同 James 一家4口住埋一齊。阿珍自己講，佢話佢喺紐約嗰間屋呢，就賣出咗250萬。佢話佢而家喺奧蘭多住嗰間屋係佢自己存款買落嚟嘅，價錢係45萬。阿珍話佢買落呢間屋之後，阿蘭已經搬過去，兩姐妹住埋一齊。而家大家睇到嘅圖片就係阿珍喺奧蘭多買落嘅呢一間屋。呢一間屋係 townhouse 結構，同阿蘭嘅仔 James 一家4口住喺同一個小區，行路過嚟只需要10分鐘時間。我問阿珍，點解當初自己諗為自己而活，諗咗足足2個月？阿珍話當時佢真係諗唔出點樣先至能夠為自己而活，但係佢話喺嗰一晚，喺懵懵懂懂之中，似乎真係有個人不斷咁提醒佢，話俾佢聽，子女真係靠唔住，要為自己而活。佢話佢終於係諗咗成2個幾月，唔知點解突然間嗰一日朝早，好似個開關啪一聲打開咗一樣，諗起咗自己喺奧蘭多有一個阿妹，佢覺得呢個阿妹可以幫自己渡過難關。阿珍又同我分析咗自己嘅性格特點，佢話有啲人覺得安靜係一種美，但係佢自己覺得對佢嚟講，孤獨安靜係一種折磨。阿珍繼續講，佢話佢需要身邊有人氣，希望食飯能夠有人陪，但係佢自己嘅一對仔女都冇辦法滿足佢嘅要求。佢話 Michelle 唔係唔好，但係 Michelle 嘅條件太苛刻。佢話佢自己就算相信自己嘅女 Michelle， 都唔能夠相信自己嘅女婿。阿珍跟住講啦，雖然自己73歲，但係身體健康，食得行得瞓得，思維清晰，冇可能將自己嘅一副身家全部上交俾個女同埋個女婿。我問阿珍，我話你喺紐約嘅屋買咗250萬，買奧蘭多嘅呢一間屋用咗45萬，加埋律師費七除八拆，可能大概用咗50萬，手頭上仲有200萬，呢200萬打算點樣用？阿珍就話啦，佢嘅一對仔女已經知道佢將紐約嘅屋賣咗，亦知道佢喺奧蘭多買咗呢一套 townhouse 用咗45萬，亦都知道佢手頭大概仲有200萬嘅存款，亦都好關心佢到底點樣用。阿珍話佢自己已經諗過呢一層，亦都有自己嘅安排。佢話當時阿蘭同自己嘅仔住埋一齊嘅時候，多少都有啲唔方便。而家2個老姐妹住埋一齊，有講有笑，大家都好開心。James 亦都好滿意。阿珍話佢而家起草緊遺囑，大概意思係當自己8年之後，呢一間屋由 James 繼承，
但係有條件，條件就係 James 要同時照顧阿珍同埋佢阿媽阿蘭嘅生老病死。我即刻問阿珍啦，我話咁樣嚟搞 James 嘅責任好重大噃，照顧你嘅生老病死，咁日後嘅醫療費用點計啊？阿珍係咁講嘅，所謂照顧生老病死，並唔係要求 James 喺經濟上對佢有所承諾，而係講住得咁近，應該要久唔久過嚟睇下自己。當自己有病有痛嘅時候，利用佢嘅專業知識，俾自己一個好嘅醫療方案，同埋得到及時嘅救治。至於醫療費用，並唔係 James 嘅責任。講到呢度，我先至恍然大悟，呢一個73歲嘅阿珍真係絕頂聰明。佢用45萬為自己買咗間靚屋，唔單止有咗親妹嘅陪伴，而且有一個親人醫生就喺附近關注自己。阿珍繼續講啦，佢嘅遺囑裏邊啊，仲規定咗 James 嘅義務，就係要負責支付呢一間屋每一年嘅地稅、保險同埋日常維護，譬如講室外嘅剪草除蟲，室內嘅電器維修，而日常嘅生活費，譬如講水費、電費、飲食開支，則由兩位老姐妹平均分攤。阿珍講啦，佢話佢自己73歲，如果估算自己有20年命嘅話，200萬嘅現金應該都夠自己用。萬一真係唔夠用啦，相信美國政府都會伸出援手。實在有困難啦，到嗰時老咗啦，鐵係鐵，釘係釘，一切聽從上天安排。能夠喺身體健康嘅呢幾年活得清爽瀟灑，亦都算係今生無悔。阿珍仲話俾我聽啊，佢話喺奧蘭多晚黑8點半甚至係9點之後個天先至黑，對於佢嚟講非常重要。阿珍話佢特別喜歡陽光燦爛嘅日子。佢話佢住喺紐約嘅時候，有時候4、5點就天黑啦。佢話佢自己可能患有輕度嘅憂鬱，太陽落山之後，佢總係感覺到有啲壓抑。只有係陽光燦爛嘅時候，佢先感到開心開朗。所以住喺奧蘭多，陽光燦爛，室外綠樹成蔭，咁樣嘅居住環境係佢最喜歡嘅。至於 James， 佢亦都有着數，佢支付呢一間屋嘅保險、地稅、各種開支，估計一年最多咪1萬蚊，20年落嚟大概係20萬。用20萬嘅成本計成45萬嘅房產，講唔定20年後呢45萬嘅房產可能會變成100萬。再加上佢嘅媽媽阿蘭唔使同佢一齊住，煩住佢一家人，亦算係皆大歡喜。我繼續問阿珍啊，我話畢竟住喺奧蘭多，華人少，華裔老人嘅活動應該會比紐約少好多。阿珍就話啦，唔係噃。喺佢哋嗰個小區裏邊有一個群叫做抱團養老群。喺周末嘅時候，老人家經常有自己嘅活動，聚餐啦、跳舞啦、飲茶食飯，乜都有，好開心噃。我問阿珍，佢嗰一對仔女到底對佢嘅決定有啲咩睇法？阿珍話佢哋有咩睇法唔係咁重要，重要嘅係自己已經73歲啦，唔知咩時候會發生咩狀況。最緊要係活在當下。不過佢話佢自己仲係好關心 Michelle 嘅情況，因為佢嘅家庭條件唔係咁好。但係具體佢自己會點做呢？佢話佢暫時仲未有任何決定。關於阿珍嘅故事，今日就全部講完。至於日後阿珍有啲咩新嘅狀況、新嘅發展，有機會我會繼續同大家分享。如果你喜歡我講嘅故事，請你喺留言區裏邊同我分享你嘅心聲。你嘅每一句話都係我講故事嘅動力。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埋將故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我亦好多謝你哋嘅陪伴。下次再見。